今日咧就喺 Facebook 度睇到段新聞啦，就話宜林閣餐廳慢慢開翻啲分店。咁宜林閣咧之前高峰期咧總共咧就有60間嘅分店，後尾咧就話經過幾年沙士啊、金融風暴啊諸如此類咧，就剩翻得2間。咁最近咧就又慢慢重翻開翻啲分店，應該咧就而家到目前為止咧就大概有9間咁樣啦。咁點解會開翻咧？咁有幾樣嘢講過就有幾樣嘢。第一，價錢咧就比較貼地啲啦。第二咧就服務質素水準咧就 keep 得幾好嘅。咁啊第三咧就係呢啲價錢就 OK， 所以慢慢開翻呢啲。咁呢個故事就話俾大家知，如果你質素好、服務好，生意咧一定會有得做。但係點解會其他餐廳會慢慢執笠咧？就好多時就因為價錢問題啦，服務態度唔好啦，對於啲顧客啊、質素啊各方面都唔係咁好啦，所以就慢慢被淘汰。咁如果你做得好以上嗰幾樣嘢咧，香港都仲可以生意有得生存空間。好似我哋寶安呢行競爭一樣好劇烈，有大公司執咗笠，亦都有好多不斷新公司成立開張。咁究竟寶安呢行有冇得做咧？我話俾大家知，寶安呢行一定有得做，不過咧係要慢慢守，慢慢去堅持。咁所以大家要俾心機做 ，OK？